续来看这个高雄，昨是一困啊，增加到13例确诊的病例，其中有11例拢伫前镇共一间化学工厂咧上班。高雄市政府伫咧前镇甲左营开这个体检站，来体检的人是有够多，即摆嘛咧对这个感染源，除了怀疑上早夜病迄个领班之外，这工厂阁有一个员工有带后生去皇大餐厅食喜宴，这嘛是调查的重点。讲当时迄场的喜宴开10桌，有100外个人参加，这宾客是来自台湾各地，都惊这个家己喜宴的群组感染会过来发生，所以各县市拢正斟酌咧注意，唔敢大意。高雄前镇区消毒站消毒，街路每一个角落拢袂使了高，因为昨一个手新增加13例确诊个案，有11个人拢是来自这间化学工厂。疫情一个有警报，体检站人有够多，大家拢真烦恼，烦恼讲敢会有一个万一，所以讲只好呢透早就起床来遮做一个检站。职场家人这个部分已经全部检出都是阴性。第3天的接触者的部分，我们根据疫调，这612人里面已经全部到检。那阴性的部分568，检验中还有44人。目前要你追查感染源，除了怀疑讲较早发病领班以外，另外一个追查重点是共一工厂40外岁负责人，暗号是224511，伊捌传后生去食喜酒。以前就退掉了，搁退一堆啊，已经了解差不多，这拢人咧支持。面对确诊者捌来遮食过喜酒，餐厅业者是真无奈，烦恼讲生理会受到影响。这对母仔囝是进前中昼来遮食喜酒，当时有10桌，有来自各地高风险地区的亲戚朋友，有人是规家伙做伙来参加，有人为着了几百名宾客餐厅的员工，拢总被通知爱去检站。厘清了在整个桌事上面的一个状况，这个接触风险，进行溯源疫调。家己才发生过食喜酒的群组案，烧去到外县市，即马高雄2个确诊者嘛捌参加喜宴，烦恼讲类似情形又搁出现，跨县市伫探，相关的单位即马赶紧要搁做疫调，就是要避免这个疫情搁继续传落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